色彩斑斓的越剧流派是越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越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早在绍兴文戏时期，所谓三花鼎立、一娟一贵齐名之时，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唱腔和表演上各具特长，各有特色。这里已经蕴藏了越剧流派的初步萌芽。到40年代末，越剧改革形成高潮，越剧的总体水平提高了，唱腔和表演日渐丰满。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竺水昭等著名演员已经逐步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青年演员陆锦花和戚雅仙等也开始崭露头角，并有了个性化的追求。老生演员徐天虹也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尤其是电台播唱和唱片的广泛传播，在唱腔上加速了他们各自流派的形成。建国以后，越剧在党和国家的扶植下进入了黄金时代，一大批光彩夺目的优秀剧目《梁祝》《红楼梦》相继涌现，一些著名艺术家的独创性风格更加鲜明，评论界也开始关注这一现象。60年代初，越剧音乐家周大风编写了越剧流派唱腔，从理论上总结了越剧流派唱腔的6大名家，他们是袁雪芬袁派、尹桂芳尹派、范瑞娟范派、傅全香傅派、徐玉兰徐派和戚雅仙戚派。袁雪芬的袁派继承了四宫调时期王杏花的唱腔风格，在拆调腔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且自成一家。她擅演温和善良端庄的妇女形象，如祥林嫂崔莺莺等。公啊，三季的当月进去出家门，但见你不可配为单呀用，两公为不去从军，却在分归到四楼。这还在你来沙场须，在里下着快马奔波。尹桂芳尹派唱腔深沉洒脱，韵味醇厚。在唱腔上，他除了学习绍兴文戏时期各名小生的长处之外，还吸收了著名京昆小生于振飞、姜妙香的许多长处，独具一格。他在何文秀和《沙漠王子》中的大段清版独步乐坛。范瑞娟从绍兴文戏时期名小生演员竹素娥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又吸收京剧老生演员高庆奎、马连良的唱腔，最终形成了范派。
这一流派善于塑造像梁山伯、焦仲卿这样忠厚正直的人物。傅全香继承了《三花义娟》中诗银花的唱腔，同时又吸收了京剧四大名旦之一陈彦秋的一些唱法，华丽多姿，有金嗓子之称。他不仅能演祝英台、穆桂英等青衣，还善演九金姑娘、红娘等花旦。大王魁他中了高，魁人忘了本，他经过定期再去与做新啊人，200两银子一封信啊，该带我上天福禄，在地无瓦门，实在等不心诚，人人公愤。王人生自正义是差应与我归隐大元生啊，给彩的文灵是我在争，是我在争。我总是望见也关别生徐玉兰早年演过老生，而且有一定的武功根底，因此当她改行小生之后，条件格外的优越。她演的北帝王嗓音高亢，响亮刚健，有英武之气；演贾宝玉风流倜傥。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奇，是地间诚心满意的事。像西行记说撇了此地，把家记得总算是东园朝日西园里，今日异乡已是在从原派小花旦中脱颖而出的戚雅仙，唱腔原出原派，又根据自身条件创新，从而自成一体。她的演唱曲调朴实，感情真挚，花腔不多，但节奏鲜明。她演的《血手印》中的黄千金，《白蛇传》中的白娘子都十分动人。我父令郎，
君子愿杀人他还用来分明，却只人天上地居无事可尽。可以神王天有业务，可非于灵。叫一声王天有业务，何不自问？继评论界6大流派之说被认同传播之后，又有不少优秀演员开始形成自己的流派。旦角中有王文娟的王派、吕瑞英的吕派、张云霞的张派、金彩凤的金派，生角中有陆锦花的陆派和毕春芳的毕派等等。王文娟早年吸收绍兴文戏时期芝兰芳唱腔，后博采众长，自成一格。《春香传》一举成名，《追鱼》再显光彩，则天皇帝别具风格，《红楼梦》中的林妹妹已成为越剧舞台上最有影响的艺术形象。采风学唱原派，也吸收绍兴文戏4宫调的精华。盘夫、索夫、碧玉簪都具功力，且自成特色。吕瑞英既有原派影响，也吸收副派特色，唱腔华丽多彩，表演上更见开拓。《西厢记》中的红娘，还有穆桂英挂帅、打金枝都有喜剧色彩。一他黄颜似唐兵，三座军似火力，鞠躬似他立于三军，苗子君王马起。张云霞也是原副并蓄，唱腔上见花，表演上见喜，演过《春草闯堂》、李翠英等喜剧。
有陆锦花的陆派，早年受马章华影响，唱腔上别具一格，40年代中期就很受观众喜爱。建国以后演出较少，80年代后期又出国定居。然而他参加演出的电影《盘夫索夫》《情探》依然知音很多，唱腔还在流传，后人还在学唱。向天冷落，横征朝中出君臣，君臣上的黄州本，宰了我全家一门门。到如今我天涯茫茫四处奔，举目不见一情人，可怜我神仙不敢上神坛，被人偷得来尊敬，蛟龙竟被千岁困，莫非月湖小生演员中还有毕春芳的毕派，毕春芳学唱范派，又吸收了尹桂芳等特长，唱腔流畅通顺，行云流水，善演喜剧。演王老虎抢亲、三笑、扮周文丁、唐伯虎等风流才子，可谓得心应手。荆棘为路写情况，我还是要从容行事买点点，走一步要长得强。在老生流派中，还有张桂凤的张派。张桂凤在唱腔和表演上都有自己的特色。《梁祝》中的祝公远，二堂教子中的刘彦昌，打金枝中的唐卫，他都演得好。而且演祥林嫂中的魏赖子，《西厢记》中崔夫人也有光彩。90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越剧》，把越剧流派分成了13家，即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戚雅仙、王文娟、金彩凤、吕瑞英、张云霞、陆锦花、毕春芳和张桂凤。这13家流派均出自上海，真是耐人寻味。这恐怕与上海的文化环境大有关系。越剧流派的生命在流，在创新。
有人主张踢开流派闹革命，我们则以为不如继承流派多创新，发展流派多创新，这样会对越剧事业更有利。越剧流派是越剧艺术的一笔宝贵财富，但是它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多侧重在唱腔上，在表演上不足，又如多侧重在花旦小生上，在其他行当小丑老旦上有不足。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流派，新的时代一定会出现新的流派。我们衷心祝福越剧流派纷呈，越剧艺术长青。观众朋友，越剧于上海的系列专题已播出了前7集。在前几期的播出内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上海的土地上，越剧这朵原先萌发于浙江田野中的山花，已经繁衍成花团锦簇的奇葩。它光彩夺目，香飘万里，已经从上海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对不起，打搅一下可以吗？请问大家是不是都是我们赵志刚的戏迷啊？对，我们都是上海赵米沙龙的会员。今天我们正好在这里活动，大家看气氛也很热烈。那么这么难得的机会，我想给这个越剧的爱好者出一个问题，行不行？考考大家。那么我想问一下，就大家知不知道现在这个上海啊，目前有哪几个就是越剧团？这我想一定难不倒大家。那我们问问这个年轻的朋友。这个上海嘛，目前大概有是红楼，还有明月，还有那个虹口、静安。我记得好像还有2个，好像是卢湾和大世界。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就是，在上海的历史上，就是这个越剧啊，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个越剧团？我想这个问题还是问我们这个比较资深的老师，好吗？老早绝对老多哎，大概有得20-30只嘞。阿拉小辰光一直在把握来数，有那啥个春义啊，永乐，啥个鸡乐剧团，还有啥个永乐，还有的叫，这个学生是解放前头了，解放前也不少呢。卡尔登里头都是那个玉兰越剧团，春泥啊，青山。东山对了，学生。50年代的时候，好像越剧团还要多，大概有的4-50个。卢湾是吧？虹口合作，就是青山、赤心，这都是很多的。刚才呢，大家都回答得非常的好，那么30几个也有，40几个也有，是吧？那么确切的有多少个越剧团呢？大家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那么我想这个问题究竟谁能回答呢？我来回答。我们的越剧王子赵志刚来了，大家欢迎，你好。那么赵志刚啊，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你回答吧，好吗？这个问题呢，我向越剧制编辑部的卢世俊老师、高玉龙老师曾经请教过。他们呢做过很具体的调查研究，据说在50年代是最多的，在50年代的那个初期啊，那个在上海越剧工会登记的越剧团有60个，有60个。那么在1956年呢，在上海市文化局正规登记的越剧团有50个，也有这么多，所以50年代是最多的。当时都有这么多的剧团，真不简单。不过我想这也是说明了这个越剧在上海的发展的兴旺程度。那么我还想问一下，这个50-60个剧团啊，都到哪儿去了呢？和这些剧团呢，都走向全国了啊，去了外地啊。就像我的老师尹桂芳，他那个剧团呢，就是跟着他一起去了福建，比如像那个跟我老师搭档的李金凤老师啊，他是有深刻体会的，我们请他来谈谈好了。帮我指挥福建呢，是辣50年代末，我们呢主要是去慰问解放军的，这显然呢是一个很光荣的任务吧。那么还有就是福建当时呢已经有16个越剧团了，当时就分散在各个地方。我们呢就是除了慰问以外，我们也各地去巡回演出，我们有什么地方都去过了。就是大的小的山区啊，什么渔区啊，就山沟沟里面我们都去过了。那么每到个地方有越剧团的呢，我们就跟他们交流艺术。
他们呢，当然是对方法呢，他们都知道了上海是个大剧团，特别是像尹桂芳团长这样的一个有很大成就的这样的一个著名演员们，他们当然都是很高兴的到我们剧团来，那么切磋艺术。有时候呢，他们又到我们福州来派同志来学习，那么把我们的剧目也搬回去演出。所以我们在福州跟福建的那些10几个粤剧团呢，也几乎是打成一片的。资源外地的阶段呢，不止芳华就是一个，从50年代初期开始啊，上海有不少粤剧团，这个已经支援外地了。到天津，到贵阳，到重庆，到武汉，这些阶段呢都是从上海去的。那是50年代初期。到1956年3月14日改造以后呢，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上海资源全国各地，工商业资源全国各地。那么各地人都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文化生活，需要看上海的地方戏粤剧。那么搿个辰光呢，政府人组织了上海10几个集团支援到这个各地去，其中就讲到这个西北，这个春光粤剧团支援到甘肃兰州，这个西安粤剧团是上海新兴粤剧团支援去的，还有青海省粤剧团，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粤剧团，这些就是都从上海这个到50年代这个中期啊就过去了。上海粤剧团不但这个叫支援到西北高地方，就是浙江也有8个粤剧团是上海支援到浙江去的。那么这些粤剧团就讲都来了这个叫当地对吧生根开花。这个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还是来了这个演出弘扬粤剧艺术，受到当地这个群众的欢迎。上海真像个文化的大海，既能吸纳百川，又能辐射全国。它将诞生于浙江农村的艺术幼苗引进上海，在黄浦江、苏州河水的浇灌抚育下，使它迅速成长，花繁叶茂，移植各地，香飘四海。粤剧艺术不仅走向全国，而且走向了世界。早在53年，原玉兰剧团参军后，就奔赴朝鲜前线为我演出达8个月。原来觉得原来是个民间政治剧团，也深受观众喜爱的。后来这个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呢，他要一个粤剧团，所以那个时光呢，我们这个原来剧团就参加了军委的总政治部文工团的粤剧队。因为这个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我们粤剧队本身就是一个部队的组织系统，那么我们服务的对象呢也是军人，维护的志愿军我们也要维稳，我们也到李仁大连维稳苏军，后来再到那个安东都去维稳的。搿是讲阿拉夜里演出呢，演出实在很少，主要看打仗，因为对面就是阿拉港嘛，阿拉港就新力军嘛，朝鲜新力军嘛，夜里向伊拉飞机打仗了什么。咁么阿拉这些人呢，到了安东演出呢，早上到阿拉港旁边去看了。咁么大家讲，阿拉港哪能像阿拉上海外八东叫介长哦，好像跟哪能过到朝鲜去，大家讲。咁么到朝鲜这个辰光，阿拉要批的了。咁么大家讲到朝鲜去，人家那个这个上海嘛，人家到朝鲜要组织上批，是吧？要审查，要啥老麻烦的。阿拉既然来了阿拉港门口嘛，这个桥革命嘛，阿拉跑过去。那么后来大家请示这个军委阿拉这个领导就是胡亚琴啊，就是阿拉个政委，咁么大家去请示伊了。请示政委伊讲伊讲㑚。因为阿拉春军7月廿9号去的，8月军进监来了北京。咁么阿拉到阿拉讲是大概是53年的这个1月份吧。咁么阿拉只有几个号头春军的了，所以奇怪死了，哪能到阿拉讲去啊？咁么阿拉讲到阿拉讲去，讲阿拉讲要死人哎，招待官来了死人，阿拉讲阿拉不怕，是吧？那个辰光抗美援朝嘛，保家卫国嘛。咁么就是领导上讲，
好，那大家打报告，所以搿样子阿拉打报告是吧？葛么伊拉批下来嘛就过阿拉讲。我们一去呢，就是那个都是一种专政的气氛啊。那个完全跟我们安东不一样的，我们的汽车呢都是晚上，引军的，因为白天呢它飞机不断，那么晚上去呢它也有那个飞机，它都是每一条公路它都有那个飞机来监视的，所以我们呢，每隔一段时间呢，它一个防空哨，要是飞机来呢，它就打枪，我们把汽车的灯啊都按掉以后就黑的，没有灯的下面，它在迎军的，那个时候是比较紧张，比较紧张的。那么演了以后呢，志愿军都讲，哎呦，我们祖国还有那么美丽的那个文化遗产，那么我们觉得应该保卫它。所以我们这些就是文艺兵啊，完全是在志愿军的英雄认真的那个精神鼓舞下，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到3八线去。这里呢，我补充一个故事，因为这个越军的志愿军没看到过了，刚刚好像那个讲了那个东西那么多，但是我们在山东演出还是正规的，它有的我们布景灯光都装起来的，那么它个电哪里来电，他们用那个马达发电的，所以演到我们238军的下面都是，因为这个剧场它上面是空洞嘛，上面也好爬人的，都蛮意思的了，在下面嘛都属了那个指专员了领导了。我们做到238军的，我记得蛮了，做到238要死的时候，整个志愿军啊，砰一起来，他说你不要死，你开小差，带了领队就逃，带了那个军队逃，是吧？那当时我在舞台上一哈了，我说那怎么搞的？下来嘛，他们就是我们政委讲了，就是你们个238演的志愿军已经看进去了，下面的观众在你们台上了起了共鸣了，所以叫你逃，开小差不要死。所以这个故事一来，本来我们是演几场，演4场，结果演8场，后来演了12场。那么总支司令部打电话来，他听说这个军委总政治部一个越剧队在里面演出，叫他们到学校来，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到西海子去的。后来嘛，就到哪里？就到3八线了。1953年拍成电影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1954年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8届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音乐片奖。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以《梁祝》来招待各国记者，引起轰动，并受到美国电影大师卓别林的称赞。1955年，上海越剧院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专业剧团，出访民主德国和苏联。可以说，上海越剧院的足迹遍布了世界的许多地方。这是1955年上海越剧院访问民主德国期间，格罗提奥总理观看《西厢记》后接见袁雪芬和徐玉兰。这是1960年上海越剧院首次组团赴香港演出，港澳各界人士到车站欢迎。1961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在平壤观看上海越剧院演出《红楼梦》后接见演员。1986年，法国巴黎秋季艺术节期间，法国有关方面授予袁雪芬荣誉勋章。1989年，上海越剧院演出团在美国演出期间，纽约华侨组织向剧团赠送锦旗。这是1983年上海越剧院在日本演出之后的合影。这是1990年泰国总理查猜和夫人接见赴泰国演出的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部分演职人员。1990年，越剧《打金枝》等剧目随中国民族艺术代表团
赴联邦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5国演出时，在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馆前留影。如今，东南亚、欧洲、美洲、澳洲各地常闻越剧之花的芬芳，都有越剧艺术的知音。越剧这朵艺坛奇葩，我们真诚地祝愿它在上海这片广阔的艺术土地上，永远花繁枝茂，香飘万里。